即摆来看台语、台湾话、台湾语言即三个词到底关系是安怎应该是安怎来看较合理那就我的定义啦我个人定义是，台湾语言当然是基于自然状态之下，咱叫做自然状态之下即个经过讨论而且佫有台湾传统历史文化的代表性，而且外来普遍是安尼认为的比如讲，像我伫较早我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因为我是伫美国德州大学读的所以我论文是用英文写的。我英文内底我写台语，就是我就 Taiwanese 台湾的语言就 Taiwanese languages 我的即个讲是种也袂歹，我空的袂使安尼写，无啦。你来看外国文就这咯，嘛是咱写的 Taiwanese 的台语Taiwanese language 就是台湾的语言嘛。你若讲着北京的华语就 Chinese 嘛，无人伫英语内底会甲 Chinese 介绍做台湾意思无可能的代志人讲笑的，真正这就是咱讲嘛，咱外界是安尼认为咱华语的代表性国家，伊就是甲中国嘛，华语就代表中国嘛，你台湾要有台湾的特色，你就是台语，无特别是阮自民用客家，即靠台湾的代表性啦，过来，即个台湾语言呢，伊是复数的是原住民的客语的甲台语的过来，若台湾话呢，台湾话就是专有名词啦，其咱即摆讲的即个话台语安尼伊简称就是台语即个台湾话，即个词嘛，是我发明，台语即词嘛，是我发明的，嘛毋是阿姐发明的，嘛毋是在座每一个人发明的。其实咱拢是对人用的，咱拢用对白的。即摆咱要去骂讲，迄是咱创造的，讲是咱去挑拨离间，我拢莫名其妙，咱无遐伟大，咱拢用对白的呢。其实咱拢是用对白的，当然为咱性教咱就做伙祈祷尔，对人对无出祈祷啦。你若用祈祷甲教导，咱是对无出祈祷了啦。你若一般的民间时讲咱也对白呢，迄也是咱创造的咱等下来看伊历史上是安怎